来乡亲，咱煞来看这个国内卵品的龙头大厂群益卵品科技公司，宣传讲因的卵是100%国产卵，结果嘉义市卫生局启动调查，发现因为6月到9月陆续进口到600万粒的巴西卵，其中大港造成益卵的数量大约是168万粒，自制也未出货有432万粒。目前并无超过期限的卵品，嘛无任何违反着食安法的状况。这个群益卵品早起嘛发出着声明，讲因所购买的所有的巴西卵，拢造成拍线分离的冷冻益卵，收伫仓库，无流入去市面。嘉义市卫生局人员小连续2天来到群益卵品科技公司的嘉义厂稽查，国内卵品龙头厂商群益卵品有农业部进口的美国、巴西、泰国、土耳其等等国家的鸡汤，巴西卵的部分有收买600万粒，大港数量超168万粒，嘉义制造无出货超432万粒，到今晚为止无任何过期，或者是违反食安法的情形。那他们把这个巴西的这个壳蛋拿去做成液蛋。那这些液蛋的部分，他们是放在仓库里面。群益官方网站发出声明，向土商会收买12005箱巴西卵品，含400桶的冷冻银卵。另外有4680箱受到中央委托做冷冻银卵，以需求交付。收买全部的巴西卵做冷冻银卵，收装伫冷冻库内底。这公司内部对日后采购全球能源的前期品质测验，无别种用途。因为群益农产品讲因岛的卵品质较好，伫咧通路卖场的计数嘛较贵。一般进口鸡卵的计数一盒超50到70，群益卵品市面上一盒拢超过100%。消费者对因岛的卵嘛较有信心。群益嘛强调，买来巴西卵全部做银卵，慢慢留去市面。食药署开罚的是标示不实的或者不正确的这一些厂商。是谁标的，我们就罚谁。卫福部讲，针对进口鸡汤产地标示无老实的部分，拢会赶开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